来这个两花那万不日气象站，台湾倒一个城市上危险的？空军司令部的前参谋官屈世钦讲，台北甲新竹上危险。国军汉光演习伫咧淡水河口演练反电流作战，阻挡敌人弄未来台北都市区。两岸若是爆发战争，前空军军官屈世钦分析，台北会先受到影响。事物拢靠外地送回来，战争若开始拍，运输脉动起来。若新竹嘛真危险，因为解放军经过新竹三轮地，国军有地势阻挡，死角卖战争烈。怎么样来防止台海战事的发生的最高的优先的考量是嚇阻。国安团队也针对不同的场景有在做相关的兵棋的推演。那相关的状况因为有涉及到机密性，就没有办法在这边跟大家做公开的说明。国安局上新的报告出来，阿强啊，想要互咱台湾过来惊惊胆胆，那透过对台发动军演，想要营造台海平静气氛，嘛要使人讲美国会放弃台湾风声。那ChatGPT AI 的技术慢慢稳定，毛阿强啊会当运用对台领地作战，不过报告内底为用之，就互立委起摇旗。固化主要是比较能够强有力的来展示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动作。那你要帮他宣传他强而有力，什么叫做维权？维权就是他认为他拥有在台湾的一个合法权益，所以你帮他宣传都是维权。是众议院里面俗称中国事务委员会哦，他们进行一个兵推啊，有关于台海战争。这个兵推的结果是美国没有赢，对他们这些美国决策的人士所造成的震撼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咱台湾国军汉光39号演习嘛，伫要上场，分做2阶段。5月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，运用联合战区补给系统。5月15到19实施5天4暝，小连续24点钟对抗演习。7月24到28实兵演练，5天4暝演习兵推结果，用正式的装备来学面怎个人战，希望当找出欠点的所在，来提升国防战力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